你眼前嘅就係中星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，70幾年嚟一直為啟發學生潛能努力。佢哋精心設計唔同形式嘅課程同學習活動，多年嚟受到海外教育學者讚賞，而且亦都積極引入新穎嘅教學設施，期望豐富學生嘅學習經歷，為未來人生作好準備。show 個名叫珍惜所有啦，係追尋自己夢想嘅一個音樂劇嚟嘅。咁就係演出咯喎，而家個心情點樣咧？好緊張啊，有啲緊張。一啲都唔緊張，因為我已經 ready 好晒。有冇啲咩困難係遇到嘅話，好難忘嘅時刻？有啊，中途有好多波折咯，即係可能我跳舞嘅走唔到位，但係我用咗1個月左右，即係經過大家嘅幫手，都係可以走到，好滿足。我覺得最難忘嘅係由一班人可能唔熟悉大家，到最尾演出，大家都可以好合作咁樣完成呢個舞台劇。有冇嘢想同大家講咧？希望大家繼續堅持埋落去咯。大家加油啦！大家今晚盡力演出，做好呢出戲俾觀眾睇，加油！無用面對苦惱。
球係一項男女混合參與嘅運動，可以練習團隊精神。中星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近年就透過呢個項目協助學生嘅成長。透過呢個運動咧，大家係一個公平嘅競爭環境之下去做一個比賽。咁啊，無論身心靈啊，或者係其他德行方面咧，都會係一個持平嘅方向發展。佢哋嘅合球隊早前更加以全勝姿態取得香港青少年合球錦標賽冠軍，唔少同學更加躋身港隊添啊！咁我哋學校嘅合球隊訓練模式咧，我哋一星期咧會練2日嘅。咁每次練習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先簡單做啲熱身啦。咁務求佢哋進入咗個狀態，出咗身汗之後咧，我哋就會開始練一啲個人技術先嘅。咁例如射波啊、上籃啊、傳波等等。咁去到最後咧，嗰個環節咧就會練關於佢哋默契啊、戰術上嘅嘢。堅持呢個運動咧，對我讀書都有幫助嘅，即係話可以讓我咁努力去讀書啦，因為打波同埋學習都要兼顧，所以2樣我都會努力。我們校隊的氛圍很好，然後加上我之前有一些籃球的基礎，讓我覺得這個運動和籃球差不多，比籃球也好玩一點。因為這個運動是男女混合，然後不能拍球，我覺得很新奇。我最深刻嘅比賽係今年荷蘭嘅 U17啦，嗰個係世界錦標賽嚟嘅。我學識咗點樣去心態穩定啲咯，同埋當我唔入嘅時候，唔好諗上一球咯，要諗下一球，令我心態變得好堅定咯。除咗學校裏面成立校隊，佢哋仲將呢一項運動帶到社區推廣，來自不同嘅中學甚至小學嘅同學都可以跟隨訓練，體驗合球嘅樂趣。嚟咗呢度好多嗰隻姐同我一齊去打啦，咁我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嘅技術，同埋其他嗰啲戰術啊嗰啲咯。學校有個使命感，我哋好想喺區內嘅小學嗰度一同去推展。咁啊，正咁樣原因咧，我哋同咗中國香港嘅合球總會合作，咁希望咧喺屯門區發展我哋嘅區隊。咁我哋咧就會透過我哋每年會籌辦幾次活動，邀請咗區內區外嘅小學去參與。其實我哋都想喺高中裏面咧配合翻我哋自己應用學習啊，譬如我哋一啲體適能嘅訓練啊，一啲合球教練啊，咁令到佢哋咧就攞到一啲體育相關嘅資歷。乘風破浪，我哋又揚帆出海啦！咦，咪住先 ，size 好似有啲特別，咁細隻嘅。遙控帆船最主要其實係以一隻模型遙控帆船喺海上作為一個競賽，而競賽裏邊我哋根據翻 World Sailing 嘅守則，主要嘅模式其實係仿照於大帆船競賽嘅模式去進行一個競賽。而喺當中裏邊，我哋亦都會係用一啲嘅技術啦，亦都一啲嘅規則啦，去進行一個監管。大家一聽到遙控船，可能會以為架船呢係用電力推動。咁其實遙控帆船嘅動力原理呢，同真嘅帆船好相似，要了解風向同水流，先至可以操控自如。最主要係以風嚟做一個動力，係利用到個風同個帆嘅影響嚟做一個應力之下，推動隻船向前去行駛嘅。而當中裏邊佢係冇任何摩打嘅成分，電嘅主要嘅工作係供應能量俾我哋嘅 servos， 即係我哋嘅絞索機啦同埋舵機，去作為一個轉向同埋收帆同埋放帆嘅工作。中國嘅航海模型競賽主要就有2大賽事，一個係全國錦標賽，另一個就係全運會嘅群眾項目。遙控帆船操控嘅原理同真帆船相似，咁其實比賽規則都係，兩者有類似嘅繞泡賽嘅賽制啦，亦都有分開唔同嘅船種。另一個相似嘅地方就係越嚟越多學校希望將呢個運動推介俾同學。2025年全運會嘅群眾項目遙控帆船，
主要係分為2個組別，有體積較大嘅 DF95，以及體積較細嘅大約550毫米長嘅普及型 F5PS 550級。有學校亦都希望將呢個運動推介俾同學，認為當中嘅體育精神同埋科學知識都可以幫助同學們嘅成長。我希望咧透過呢個活動咧，讓學生有個實踐嘅機會，從而培養佢哋做人處事嘅態度。因為喺大海上高玩呢個遙控帆船咧，其實會遇到好多困難。咁啊，受住風向啦、天氣啦各方面嘅影響。如果最後佢哋去到個目的地，咁我哋都希望透過呢一方面咧，訓練佢哋嘅成功感。一開始參加呢個活動嗰時人咧，係學校邀請嘅。一開始我都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啦，但係點知喺呢個過程中遇到好多嘅困難，好彩咧我就越戰越勇，衝線嗰個成就感係言語係無法表達出嚟。我覺得帆船係一個好神奇嘅活動啦，因為佢係淨係可以靠風力去行駛，而唔係靠引擎。咁玩落去仲要研究下個水流啦，同埋個風速，而去 set 好嗰個帆。先可以發揮到個帆船嘅最大作用，同埋好有挑戰性呢個活動。何佳軒同學試過訓練中途遇上暴雨，情況都幾驚險，不過就令到佢學識同大自然相處。而曾子薇同學最開心就係同隊友一齊乘風破浪，學到點樣去裝電池啦，同埋一啲對於風嘅同埋天氣嘅嗰啲知識啦。然之後同埋點樣揸船啊，即係例如如果係揸其他船呢，咁都係有啲幫助。
我们很多事。你看见那清澈的流水吗？搅乱泥沙，使它浑浊，可是不久又清澈依然，没有任何外力改变得了它。河底的石头圆滑可数，不是石匠的手，而是缕缕细流的抚摸，使它完美。鱼虾小虫在那河下深处，你看见河的生命吗？河水化为蒸汽，身處21世紀嘅社會，科技急速發展，社會互動多變，學校將會繼續為莘莘學子帶嚟優質嘅課程，提供終身學習、全人發展所需嘅學習經歷，幫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同積極態度，令佢哋嘅潛能得以全面發揮，迎接未來嘅各種挑戰。